OK， 好来。好，就是为新的迄段开始吼，就好。水饺，水饺，就是台湾北部。我对尊年看见，大家的心受着感激，好，安尼了解，受着感激。而且我看卖这段在什么意思？因坐船来到淡水了吼。哦，应该是到位啊。水饺就是台湾北部。我若看无介有这句什么意思？这句什么意思？告诫，敢是一个词？到什么所在？告诫。水告诫。伊讲告诫就是非常的意思，啊，毋过告诫，为什么伊无讲教诲呢？是告诫，就是台湾北部。我无介意这什么意思？讲告诫。告诫我知影，但是用伫遮路都看无你知。告诫就是非常的吼。对啊。水告诫就是台湾北部。我真正看无好。水第一个字我就看无介有啊，水。好，继续开始。我真正看无这个，看无。也是伊迄个写条有飘毋对。可能啦，无实在是真正看无。敢是爱标第五写，啊，毋过伊迄个北部会变调应该是讲第五条，水到位哈。水到位吼，安尼我了解，水到位就是台湾北部啊。但是这个告诫，我就感觉实词用对啊，是我就毋知。好，水告诫就是台湾北部。我对尊年看见，大家心。尊年，对。尊年啊，咱平常是讲对了，你我惯系我惯系无变调了。无读变调，系啊，惯系无变调就是轻写嘛。就是准你。系啊，准你。准你看见，大家心受着感激。迄下昏我行游。行游伫海墘。迄个行游是啥物意思？行游。若写汉字是行游行。好，即个我记一个行游。即个词敢有常常咧用行游。这是较文言的讲法啦。第二点有新迄个词呢，行游，就是你讲的迄个意思。行游，好，起来我记起来。我第一道看到这种讲法，可能是伫圣经内底讲，耶稣行游伫海墘。原来是安尼。好，我印象中然后无啥这种叫我找，我可能嘛找袂到。但是应该是伫圣经内底有捌看过。好，迄下昏我行游伫海墘，总是到阮看淡水的位置，对面有山，后面有搁较悬的山。迄时你无使的心受感激，就讲马街这就是你的教会。我拄则讲参加迄个活动吼，真正是我对。是去迄个北海岸遐，我印象对。中北海岸，好，真好。我记得是对，毋是甲咱北海岸伫淡水的迄个外，已经即迄，即嘛叫什么所在？我袂记得是新开发的迄个所在。
是有，即马有轻轨遐哟。对，即马我无介绍，因当初因迄讲算中挂区吼，新开发的新都市计划的地区里边，所以迄个路拢围好啊，路拢做好，但是厝还未冒出来，安尼就对啦。无讲无啥物厝有起一寡厝，但是无人住就对啦。起足侪大楼无人住。我要即讲你讲是讲，我对淡水迄个水吼，就是迄撮去，我真正看，我感觉淡水足水，就是讲即下讲对面是山嘛吼，观音山，后壁是敢若是西帽山啊啥山，我无介清楚，但是敢若是西帽山，草山迄款吼。你应该知影我咧讲啥物山啦吼。我有印象，毋过我嘛是毋知影迄是啥物山，应该是草山嘿。我毋知是西帽山还是草山，我哋真正足水诶吼，我就是迄撮去诶时阵有看着。哇，真好。对啊，所以伫遮咧读册，我都去想起迄工诶情形。所以讲，真正足水吼。真正足水啊！淡水是真实在是，我较早我讲我读大学诶时阵就去，但是我无感觉就是淡水诶水，伊两种就伫咧当阵伫咧，主要是伫淡水诶街啊、街市遐嘛，搁行到迄个淡江大学遐安尼尔。真正淡水诶水，可能是爱去较郊外诶所在才看得到，你着爱伫咧水边啦，看山看海安尼。是。看山看水啦哈。是。OK， 我即段我来读一下吼。水教局就是台湾北部，我对准年看见，大家的心受到感激。迄下远，我行游伫海边，总是到阮看淡水的位置。对面有山，后面有搁较悬的山。迄时，李牧师的心受感激，就讲马街，这就是你的教会。好，继续吼。迄日，这个应该是第8声吼。迄日到位是拜六，等下我画一个迄个声调，第8声好。迄日到位是拜六，礼拜日阮3人参详，无做礼拜，较着加了8时加了8时为5解。迄个加了敢是行了？我认为应该是行了。行了，等下我互伊写起来好啊。行，等我一下吼。行了8时会5解，所以讲伊下加为8时会5解，甲8时为5解，迄个敢是北部腔的迄个拢会讲话。是我自细汉较常听阮阿公因讲话安怎话，即个会理吼，汉字迄个会理吼。那恁敢会安尼，嘛是事上安尼是安尼讲？我即马都会较会安尼讲。好。我真正有时啊是惊我写的人看无，所以我会写人较看会但是其实我即马会定讲话吼。细汉的时阵嘛是讲话安尼。细汉讲惊人，讲惊人的误解，爱讲惊人话误解安尼。就是细汉的时阵，我想看卖啊吼，我无啥会记啊，应该是会讲啦。好。因为迄个你就用话就是后来较通用。等下我即马咧即个要开即个代理店。我要查一项。若是讲你啥物会晓做啥物代志，你说即个题你敢会晓？你敢会？你敢会讲会晓？会晓啥物代志？会晓做？会晓做啥物代志？等下吼，等下吼，我等你查即个汉语的音吼。
OK， 所以你若用这个，喂遐有呢，喂音的，会音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你若看第二点，所有这个 A 吼，你即马所发音发做 A 吼，其实我自细听阮阿公拢讲喂。喂哦，因为我印象中伊讲话就接的，我是较无啥物印象，但是后来变做较主流的讲法，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就已经变成是较主流的讲法。哦，就是阮若讲话，我可能会讲尾音节，音节。但是阮若讲因较无，因迄当中较无迄个主流影响着吼，因可能原来是啊。伊讲家己的腔安尼，家己的腔佫足顾了佫足好，所以拢会讲话，拢会讲话。好，起来我甲伊记起来。你看吼，我嘛是淡薄仔好闲。会用的，会音的，会晓的，会认的，会看的，吼，拢是话。哦，原来安尼。会来，做袂来，做袂来。会离，做袂离，做袂离，有拢话吼。毋是你看伊拢是话的。嘿啊，会着，会。所以讲，我即马因为我看我即马学着安尼，所以我才理解讲哦，原来你细汉迄个音是，阮若讲音是安尼坚持，这发音是对的吼。是讲迄个主流的才对吼，是安尼就对。所以我即马会惯势会用话啊。话是。迄是我即马才惯势用话。我讲我较早去听我大学时代录音录，我甲和阮阿公啦开讲啊，和阮爸开讲，其实我都已经迄当中去透染着迄南部腔足严重的。哦，是。我即马顶多是我拢甲扣倒来。安尼嘛是真好，扣倒来真好。你嘛扣倒来，当然是因家己有自信，有信心，而且有书店通做。是啊，就知影迄个是家己的腔口安尼。对。好，咁继续读。是。讲到对，八成话误解。所以迄日，阮伫宝顺的厝休困。宝顺是经国人来淡水做生理。了解。宝顺会是啥物款名？宝顺，嘿，宝顺，宝顺，敢有即个名？宝顺，可能啊，好，你感觉来读一遍 ？OK， 好，迄日教位是拜六，礼拜日阮三人参详，无做礼拜较对，行了八成话误解，我毋知行了误解啥吼，所以迄日阮伫宝顺的厝休困。宝顺是英国人来淡水做生理，我真正无这段伊安尼讲，我真正无法度理解因为虾米。一般因信仰这坚定的人，应该是照做礼拜啊，为虾米颠倒无做？我无理解吼。好，咱继续读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拜一，因两人要行路落去台南。这真正是用行的哦。这本是当时啊，来是当时做170几年嘛吼。对啊。170几年的代志，所以迄当阵确实是着用行，无就加坐牛车哩。嘛有迄个现牛车，也是骑马嘛是会使啊。骑马毋知讲有马也是牛。当阵马足少的啦，一般伫台湾，你当阵马足少，就是坐牛车哩。因坐船来北部，为虾米因无坐船去迄个去南？嘛，足费气的吼，因为你坐船毋是直接来北部，因着船先到厦门，再个对厦门，再个到即个北部，可能甲
我唔知係啊，北部佗倒位，我唔係啊，知吼。我哋就是船嘛無直接對啥物直接台南到，誒啊，直接是，到北部誒，嘛是安尼。誒。好好好，好，繼續誒，你講台灣嘅交通一直到日本時代，就是日本人統治了後開縱貫線，才有法度規個台灣甲連起來，會當自南北二路安尼行。啊，無其實較早真正，你看伊即當陣吼，170幾年時陣，交通就無方便咧。你行行就愛去看時間，你若講風颱，還是講毋是講風颱，就是最開最重嘅時陣，你根本就袂當過。你要撩開過，撩袂過去。是，好好，所以就是，我咧繼續睇，好，好，要行路，好，行路落去台南，好，所以我甲因做陣，迄下遠到中壢，等一下。誒，等一下，我看咱迄個頂禮拜讀的迄個內容，所以講因初是到高雄搭到遐，到伊就坐船來北部來到淡水，對無？啊，到淡水就落船，毋是講落船，是講離開船起船上山對對，上山啊，閣行路去台南。無起碼算干那迄個要留馬街淡的淡水，按另外兩個回來要行路轉去台南。啊，毋過迄個看後壁迄句哦，後壁迄句伊講，迄下遠到中壢，所以講伊已經行路行到中壢去誒。啊，迄當時小送佫送因到中壢啊。送因行路到中壢，哇，正夠行路。較早小送，陪我來北部，你陪我來北部，安我甲恁小送，送去中壢，呵呵，嘛是會使。可能送到新竹哦，可能哦，我看。正夠行路。敢若講迄下遠到中壢吼，咱等下再個繼續看，聽你講。實在是，好，啊，安尼我就理解啊，好。我有讀過迄個馬偕牧師的歷史，啊，所以伊當陣行對淡水行路行來到即個苗栗，即嘛叫苗栗叫中港區，即個所在，這是算伊的管區啦，所以較早一點點安尼，毋是一逝爾，迄個呢，可能一個月行幾啊逝吼。好，繼續好，好，迄下遠到中壢，過你到竹田，我真正是到竹田，新竹，閣一兩日到大甲，哇！伊行路到大甲喲，大甲毋是已經我台中遐，是啊，要去台中，哇，遮爾高，好，遮爾還好，到大甲。後來到大社，你敢是社？大社佇倒位？大社，你看查到誒，大社。好，大社敢嘛是台中遐？我毋知呢，應該是因為已經拄則已經講到大甲嘛。是佇高雄呢？高雄，所以講這應該毋是講馬街，講迄兩人誒行路誒迄個路程咯。有可能是。高雄大社。來看來，後來到大社，南部有說拜堂佇遐，甲李牧師得醫生3時，因順路到台南，好，我倒轉到淡水。所以講，伊真正是一路行到大社去小送票。這個大社可能毋是台高雄的大社啦，你想，是台中敢有大社？看查着，我看嘛，台中大社有啦，台中有大社區啦。有一個大社，哦，好。大社吼，讀個大社。社。
我看觅马街甲大社，伫台中市吼，即嘛台中市，但是我中毋知伫对，我看，地图无哦。该是中部的大社，台中大社，好。是，我相信是台中的大社，伊真正行路甲因做行路到台中去，哇，真厉害！行到大社吼，哦，这真正是一撮仔路吼。是。我拄则讲伊伫基地啊，你若看即个地图，我有小 screen 有啦吼。你看较早一定对淡水行到即个苗栗的即个中港溪，应该是伫即条伫德南遮即条溪吼，即只到遮是伊的管区。啊，一个月可能行真要几啊逝，可能较难啊，因为这一逝嘛爱行几啊工吼。要等下看伊行几工吼，拄则讲几工。啊，即嘛佫加行一节到这大社遮安尼吼。嘿啊。即对因来讲，这嘛是无讲介远啦。照伊的管区来讲，伊管区遮宽了嘛，这不过是管区佫加一撮仔路出来尔。哇，真厉害！我看觅淡水，为淡水行路去台中大社，来看觅。我看了即嘛用即个查点direction。系啊，我嘛是即个做对代，为淡水若是行路行去台中大社，伊讲是30点钟，30也是32点钟。好，若是一工行路10点钟，伊行路3工就会使到啊。32点钟吼。嘿，对吧？对，这就是我找到的迄个。啊，若是阵路毋是真好，真好行，个4、5工会使行会到。咱看伊安怎讲吼，伊讲甲面做阵迄下远到中立，对淡水到中立。啊，所以讲行一工到下晡就是下远是暗时向，就是行到暗时就到中立去啊。哦，一工就行到下远差不多要暗啊，迄当阵吼，所以因你若讲早起出发，早起出发，系啊，一工，所以讲一工开一工就为淡水行路行到中立，哇，真熬。这应该嘛。熬人啊！正常的，差不多都是安尼行啊。等我看觅吼，中立。嘿，是。偌济啊，8点钟咧，系啊，即马拢爱8点钟。足一工会去啊，安尼吼，8点钟。是。好，到中立了后，隔日到吉田，好，就是一工到中立，佫一工到新竹。我印象中嘛是安尼，伊定伫咧中立，还是桃仔园，伊定讲伊伫中立，还是桃仔园遮大过年，大过年。啊，伊有讲起，当然第一道伫遮大过年的时阵，有讲起迄个旅社旅馆的迄个情形哦。你看来感觉，迄个旅馆旅社吼，就是招阿早的，所以甲惊一个就对了。啊，旅社是啥物？旅社就是旅社。哦，是。好。啊，伊伫遐住伫遐，毋是干那伊尔吼，佫一寡较早可能是一寡做工啊人，就是你送货迄类吼，贩夫走卒即种就对啦。住伫遐啊，暗时啊可能就吵伊，无法度困安尼。讲起即情形，我都会记诶。啊，所以我印象中伊定啊拢是行对淡水起行了，就伫咧中立还是桃仔园即遮里过年吼。哇，真厉害，真够行路。真够行啊！第二工就到新竹嘛。到新竹，是。好啊，到第3工到到大甲。佫一两日到大甲，一两日啥物？大甲就是一工也是2工，啊就讲中间1.5天，好1半工。话题就是佫差不多1工到大甲，到一工到大甲，啊过一工到大社。再过一工到啥物？南部有说礼拜堂。
大社，啊，搁行到台南，好，哇，真够惊，厉害。好，咁要继续读。三时是到伫大社吼，伫遐甲李牧师得医生三时，嘿，对吧？嘿啊，所以哦，对，所以伊上远就到大社，行到大社遐。中就对啦。好，有理。所以讲，因两人继续到台南，安尼。我倒转到，你看伊个继续读。就行路转去淡水遐，好。对。啊，厉害。好，咁要继续读。就是要未读了，嘿，就是4月6日，好，安尼出国23日，好，出国是对当时开始出国，应该是对迄个因对台南出发开始算起的看。对台南出发开始算起，哦，好。啊，无伊这行路这也是为迄个淡水开始算起。我拄则找到一个迄个，互你参考看卖。我搭伫老话迄段，就是伊有1872年，因就是用迄个时间表的迄个方式去记迄个马偕伊的迄个事件。对。年表对，伊就讲3月初9，因3人伫迄个淡水上山，就伊2天去行路去迄个台中大社，就继续行路，4月初6，对不？4月初6转去淡水。所以伊毋是随转来尔吼，伊搁经过1个月旅行，伫个4月走则。是，等于后尾啊。是，所以讲伊出国23日，应该就是讲去迄个台。了解，多谢。到4月初6安尼。咱来现即个教会这边所记载的历史吼，拢会当找到足正确的一寡记载，因为因教会足重视即寡嘿。自应该是讲即个传统是自犹太人的迄个太教信仰开始，因圣经内底所写的都是因民族的历史，是。所以因就是一直有这个传统，一直到基督教嘛是足注重教会史，因要成立一个教会，教会历史拢记甲足清楚。是。所以你即嘛现袂着即种，你台湾历史伫即段你都现袂着即种这样的正确的迄个。记载，后你若去看，尤其是七国人因所写的历史，都无清无楚。你看迄条对一工，我是记甲足清楚。是。好，咱继续来读一遍。来，我读吼。拜一因2人要行路落去台南，所以我甲因做阵。迄下远到中立，隔日到德藏新德，搁1、2日到大甲，后来到大社。南部有设拜堂伫遐甲伊即只南部应该是讲大社啦，毋是讲迄个台南高雄吼，伊是讲伫大社遐有设拜堂伫遐甲李牧师。得医生3时，因顺路到台南，我倒转到淡水，就是4月6日，安尼出外23日。好，继续吼。倒转来，好，就设一间厝，每月厝税，但是厝税15，嘿，每知影，毋过迄个厝税就是厝税房租啦。了解，好，厝税15块
安尼了解好。这个每字吼加写，后壁挂这个拼音吼加写。对来讲应该 MUI 就够啊，对。是。好，好，每月厝税15箍，所在不知哪三，所在不知哪三，所在不知哪三，和这个哪三我记一个，哪影意思啊，毋过记一个较好，哪三感就是乱糟糟的意思。咱即马拢较惯是讲垃圾。垃圾嘿是垃圾，好，记一个。这是第几啊？10呀。垃圾，不知垃圾。好，我就入厝，所有的物件只有两骹箱的意思哟，两骹箱。好，英国领事借我一块交椅甲眠床，了解？但阿孙借我一拍钉，这个但阿孙是伊朋友，是但阿孙，好。厝内我随时清水，下水是啥物？下水，啥物水？下水。水内我随时清下水。哦，石灰水。哦，清下水，敢是用下水去清理？下水去清理。好。随时清下水哦。最终唔免变调哟，清下水。我咧看这个清字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无理解。清下水就是用。当然爱变调啦吼，好啊，爱变调。好。清，我是第三个解说讲清壁用什么涂壁是什么意思？清壁，用石灰水涂墙壁，敢是这个意思？查无理啊！哦，因为我直接刻一个汉字出来查无。清下水，这个汉字我唔捌。清下水。哦，所以讲，迄个清的汉字就是安尼写，清，就是上面足下面先迄个汉字。清吼，清下水。我一个清字吼，我拢想讲是这种物件，清，张庆、鬼门庆你知无？鸡毛掸子。哦。或者是张庆，就是有一种庆啊，就是最简单，跟咱扫把、小扫把、小笨斗，迄个小扫把。好。迄个小扫把，阮就叫做庆啊。哦，好，敢若伫这个庆，敢若就是同一个字吼，到照迄个意思。伊讲是迄个庆啊，清成就是第一个解说，清成屁股嘿，清啊。即马就是伊第三个解说，用清啊涂壁。清壁，用清啊去糊壁啦，吼。是。OK， 当然清字我敢若知影即个清即个是名词，嘛会使做动词使用吼。所以清，但是清就是用清啊去涂刷叫做清。嘿，是。或者是看起来清扫，嘛是叫做清。嘿。清下水我就脑筋就拍家己吼，毋知讲啥。
水也会使呛。当你用迄个刷子去沾迄个水吼，这个动作可能是这个意思。我看有这个意思有写着清屯 ，OK。较早呢，不是较早啦，就是过年时吼，当然较早对我来讲是较早吼，我伫台湾过年，细汉的时阵，送神了，就爱清屯。你是讲柴屯啊？有啥物叫做清屯？Land water。清屯清壁，鸡母在清土。就是鸡仔顶你尿头叫做清土，这我都毋捌安尼讲，我都听仔在学着。牛用角尾清人，牛顶用角去搭人，叫做嘛使用这个清字，我嘛是今仔在学着吼。心惊扑扑跳吼，心肝头在清，眉骨扑扑清。少年人四过清，拍清，就是浪费。毋捌学过吼，今仔日才学着吼。OK 啊，我想要即个敢若即个清字，即个物件通学的吼。拄则讲的即个，我所知影是即个清，即个做名词即个清字吼。张清、鸡门清清啊。啊，动词清道、清屯，这我拢知。清壁，我都较毋知影，因为用清啊去固壁清壁，但会理解啦吼。我毋捌学过，但是我会当理解，听知影意思。鸡母在清头，这我都拢毋捌啦，这后壁我拢毋捌学过，我今日才学着，4、5、6、7，今日才学着。啊，小等下吼，我要查一个啊，清屯、菜屯啊，吼。我看嘛查着这个意思。较早拢，我印象中就是那敢若你清迄个敢若天花板，还是毋是天花板吼？迄要安怎讲呢？天花板，天崩，天崩。不是，我毋是咧清迄个天崩啦，是清迄个屯啊。屯哈。嘿，屯，但是我不晓解释，毋知要安怎解释。我看我都查着。无这个词哦。屯有啊，屯。拄则迄个屯字伫倒位啊？伫第二点啊。嘿啊，伊用的就是迄个，若是书店找即个字，伊的汉字嘛是写即个尘埃，迄个屯。我正讲好，叫即个汉字是塔顶迄个音，红顶啥物咧？对啊，所以我嘛毋捌读过即个我。屯即个音吼。屯吼，但菜屯。海豚哦，雪地豚，敢是这个意思？海豚个有咧。可是系啊，节日卫生习俗，每年农历12月24日到除夕前，为了迎接新用对，后边这就是我所知啊，用榕树枝叶、嫩竹枝叶、红花等扎成长长的掸子。扫掉屋角梁上的尘网，清洗各种农具物品，这种习俗叫做拍屯。拍屯，哈？我唔叫做菜屯啦吼，是我印对，我袂记是菜屯还是青屯，我即嘛我都问母啊，看是安怎讲，我叫菜屯还是青屯吼。但是就是这个。伊即马即所写即就是我确实就是安尼，阮就是安尼做那个若是找地记嘛有收即个词啊，即个词，青屯甲菜屯是伊讲菜屯是东湾乡，讲是旧历12月尾的大饼扫，嘿啊。OK，
所以这是大饼扫，就对嗯哼，因为我就会记的是菜屯啊，写青屯，我就是讲奇怪是我是口考差，嘿，嘿，菜嘛哈，是，伊想的主要的口考是讲是收青，啊，毋过伫青屯内底有收菜屯即个音，青，嗯哼，青屯，哦，OK，青屯哈，阮讲菜屯，嗯哼，好，就是旧历12月尾大饼扫，阮叫做青屯，所以我一直咧想讲，到底是屯是指啥物件？因为我一直咧想讲，是毋是我较早，阮听顶头挂一个迄个物件，我想讲较早阮母也是叫我拢菜屯，是毋是？叫屯。我是毋是迄个物件叫屯，所以讲菜屯，我特别咧扫迄时阵啥讲。我菜屯安尼讲今日你来菜屯。所以讲，即个屯其实就是垃圾物仔的意思。所以我语感唔对去吼，就是讲，因为到迄天，阮母也讲今仔日要菜屯，要菜屯，我就是爱去摕这物件去扫，包当然是天崩在内啦，个我讲听头挂迄个物件，那敢若很扁迄种物件啦。拢用菜叫屯，用青用这个菜过对对哦。我一直想讲，就是这个我咧青这个物件叫做菜屯，结果毋是所有你即工要饼扫，这个规个动作拢叫做菜屯。屯，嘿。所以我今仔日才甲这个较早所记毋知的物件，今仔日才学着吼。Q 转来用菜屯。所以你若讲你即马电人讲农历大扫除，过年大扫除有无吼？较早阮母也是讲菜屯，嘿是，无迄个大扫除即个3字的讲法嘛，因为阮无迄个，当然讲饼扫啦，过年饼扫安尼讲，但是真正迄个上行了后，有法度做即寡动作吼，迄工就是菜屯。嘿。因为神搁伫个神明搁伫个即个神道顶，就是袂当安尼做。嘿是，若无迄个垃圾物仔拢到神的身躯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迄工才叫做菜屯。嘿是。OK， 我要查即个菜屯另外就是拄则迄个拉山我拄则查无是，我内底入一个汉字伫即只，所以才查无。我搁查拉山5声3。5声，我已经10点20分啊。我看迄拉山我为什么我查无？OK， 拍一个拉山本色，拉山米，拉山贵，拉山米。伊无解释讲这是无共口卡吼，因为咱拉山咱即马是食讲啦。对啊。垃圾是可能毋是哈？垃圾要安怎写？毋知呢。我来看卖。垃圾，第几声？第4声。垃圾。P 才是 LAH，LAP，垃圾。垃圾吼。想看你讲垃圾贵，垃圾贵。所以同一个意思无同的讲法。嘿，垃圾，嘿啊。好，来继续。嘿，继续第个就是伊请下水，嘿，好，随时请下水。这个随时敢是逐摆拢是常咧做这个代志，也是就是赶紧去做这个代志，两味哈，随时是两数好。就是清饼扫，搁随时两味来去清下水到迄个饼，好清对清，系清，随时清下水好饼糊新闻纸好这个了解好。所以讲应该是当做饼应该是本条好饼一字就好过来饼。饼糊新闻纸
所以讲迄个时阵嘛无讲报纸，伊讲新闻纸，为迄个日记书来的，好，真好。古新闻纸，好，亚中，是啥物？红布做门里，用门篱用红布做啥物？门篱哦，门帘，敢是门帘？对，应该是门帘哈。好，门篱好。这间就是我的宿舍。安尼了解宿舍。第三声门篱宿舍。再加一个门篱哈。有门篱这个词找有第二点有收。门篱嘛叫梅篱。我完全唔知影有梅这个音呢。梅。漳州腔。系啊。我嘛唔知。啊。这得爱南部人可能会安尼讲，我是唔捌安尼讲门篱哈。门篱好，安尼了解。我嘛是就惯习讲，像我即马我家己房间，我嘛是专工去有一个门篱，买一个布吼。伫美国买无门篱。毋过就是有迄个用迄个咩讲窗篱，敢是安尼讲？窗帘会使来代替迄个，系啊。窗帘要安怎讲？我一开始是用迄个你讲窗帘，我真正窗帘唔知要安怎讲，因为阮就是英语就拢是 curtain 呀，好。等下查一下窗帘要安怎讲。是因为之前我住伫美国的时阵，就是嘛是想要甲迄个我家己的房间门放一个门篱，找无，我就去找迄个窗帘 curtain 来代替安尼。窗仔帘、窗仔布，好，安尼了解。第二点有收棉，叫窗棉。窗棉。好，窗棉或者窗棉，敢若拢会使吧？篱真好，记来我记起来。好。当然即嘛有一种另外一种讲法啦，我记得是敢若对日语来，我袂记啊。好。因为较早阮庄卡迄种厝无这物件。系啊，古早无即个惯势。所以我就毋知这边叫要来讲窗棉。所以讲你拄则讲你伫美国想要用你房间一个门帘，搁来诶。就买无啊！当然，若你讲，我一开始我嘛是用窗帘去代用，代替迄个但是实在就歹看吼，因为怪吼。上大心好。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用伫网络顶去买一个日本的，对美国对日本买一个价格。哇！安尼毋过足贵诶。为日本来的，是无俗日本讲日本做的应该是真水吼。对啊，就是日本这种物件就普遍，做好诶，系啊，嘛是真高，嘛有高所水款。以当然后有机会我去日本是回台湾，我嘛会搁加买一个，因为我感觉一个尔。其实我感觉，就是房间应该是用一个较好看。我毋知怎，我心理上感觉应该爱小位加一个，就是你袂当踮咧客厅就人看你房间看，因为我阁袂惯是关门的人。好，对啊，就是搭一个较有隐私。对啦，你若讲无，你若定下咧关系关门，拢一直关起来咯。我无关系关门。嘿。好，歹势，咱看下时间，已经时间到。好耶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我来甲读一遍吼。找对去，个只吼。伫只吼，倒转来就洗一间厝，每个厝税15块。所在不起拉3，我就入厝。所有的物件只有2卡箱。英国领事借我一块交椅。
甲眠床，嗯，但阿孙借我一拍灯，厝内我随时清下水，壁固新闻纸，也将红布做门楣。这间厝这间就是我的宿舍。好，咱看到这哈，下礼拜咱就要来继续。好，下礼拜继续来读。下礼拜要读无工资啊，吼，就是最起线啦，吼，搁一本。好，咱下礼拜再见哈。下礼拜再会。好，再会，晚安。晚安。